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福起來咧，好好來運動呢個節目。能夠向下帶大家來練習槍支太極拳。今日我哋練習嘅呢個就是按照南將妹嚇，當然佢係連續上一時嘅南將妹節嘅動作嚇。你也是聽上一時嘅南將妹節嘅動作咧，先做出來嚇。然向正片，你兩隻手嚇交貼。做南將妹嘅時咧，第一個動作嚇，先身體曬到後背嘅隻腳來坐下。身體曬到後背就坐下嘅時啊，你手要向下分開來嚇，手心向前面，手踭咧我哋都潛落過。我哋手到進來，是唔得同冇擺，你係熱。熱嘅時候，停後腳啊，同身體撐到前面去，慢慢撐出去。兩隻手停喺身體嘅向下出來。兩有一點要注意啊！嚇，你出來嘅時啊，你兩隻手嚇係停喺個腰骨向下停通，你是唔得安尼？安尼是喺兩個手指甲停通嚇。唔清楚用你嘅身體嚇，去撐出去嚇，你過來做一道嚇，南將妹節，刷落來，南將妹熱，推到後背坐定，兩隻手分開，手兩粒手都進來，用身體撐出去，帶到頭前，坐到前腳，兩隻手向下停平，兩隻手掌向頭前，差唔多呢，目睭嘅高度，你倆跪嘅南將妹嘅動作嚇，中下就做平嚟，你嗱跪嘅做一道嚇，過來聽右南將妹右旁開始，你係旁，刷落個係哩，熱。2、3、4，刷落個係節，得兩，刷落個係先推後，兩隻手分開，過來撐出去，兩隻手向下送到前面，然後呢南將妹好向翻，你倆嚇來停呢。第一式做到呢個南將妹嘅動作嚇。2P 式，起式。刷那個左旁，過那個南將妹右旁。B 節 at 後坐，兩隻手都進來，撐出去，坐到前腳，停頭兩，所以你倆做強款。停右旁，哩節你嘅腳蹼啊，中下都冇曬位，強款跟下曬喺身體嘅位置嚇。過來，你腰呢，佢要轉，要後退要前進嚇。過來，你來，我看一遍嘅
旁里接列4个动作哈。啊，右旁热里热2、3、4接按做拍的是胸宽，收到前脚，2只手变落来，好，做一个休息。好，做到良好，安尼同咧太极拳一个当中腰的一个名称，我哋顺下来介绍下吼。安尼讲到咧南掌妹呢个名称。其实听安尼做咧，旁、里、接、这4个动作合成起来，是按照南掌妹啊，佢有左片同正片，所以佢有一个左旁，一个系正旁。佢就按照南掌妹呢？因为安尼练太极拳哈，其实个对练哈，对练的时啊，安尼一般体讲到那推手啦哈。那推手佢托练的时呢，2个人做那个旁里接的时啊，那个手哈是像同对方的手看到那个是空足的妹胸宽，唔通像高嘅妹胸宽，啊，安尼越来越去，所以佢安怎？南掌妹，嚇，我哋同學生嚇聊落來做下呢個感覺本，鄉親朋友看下嚇，好來請，一般安尼先行一個力嚇，好，佢哋用壓過來嚇，用壓過來，你也是安尼嘅旁，刷落來呢，你也是安度力，你看佢壓過來嘅時嚇，那身體啊，哎呀推到後擺，你嚟轉下。这个是呢，你也是按照压出嚟咯，哈，压到了时呢，我不是花拍，然后呢，佮做一个接，哦，其实通来花拍，过来我就一个旁，我佮加一个力，哈，那做个变到时候变哪里哦？好，缩骨嚟哈，好，推到後背來，落力，好，這回，好，聽咗呢個動作，我主要說明呢個南掌妹嘅個意思啦哈，所以2個人在做推手嘅時候，佢呢手掌呢越來越起啊呢哈，當然了練到呢個動作當熟落，就做得出來，好，刷落來哈，安尼練聽。前面去練到那個南掌妹那個動作，規個做一遍來，一做下或者熟落下。好，開始預備時刻，1、2、3、4、好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，到了，刷落來，南掌妹做旁，1、2、3、4。身體轉向正前方，啊，刷落來，南掌妹右旁，1、2、3、4，轉到正片去，啊，南掌妹的
飞到外背15度，2推到後腳，3飛對內45度，4變落去了後，暫時飛到將來接節，骨推到後背來，兩隻手分開，手到下下，停後腳撐出，帶兩隻手向下出來，順帶用力鬆哈。哎，這樣輕輕安尼送出來就好。那時候呢，南掌妹好，胸寬，手到前腳，休息。好，安尼你啊胸寬來唱咧，同學來做一遍，來看內行來注意嘅素材哈。好，胸寬安尼停，右旁開始哈。好，2、1、2，後錯3、4，刷落佢，節，過落佢，先退後，手心向前，2撐到前面，收下，好，將你身體胸寬哈，點樣起降？後腳順得撐切，前腳呢順得高一頭，嚇，差唔多先嚟。好，休息。好，過來安尼唱，兩個同學咪嚟做一下哈。好，右旁2轉腰，2錯後腳，3轉到順得轉停下，你看手了了。飛下，3、4，下落去，5飛到將來，節，好，過來推到將去，做撐到頭前，停下，好，休息。所以今比做了解。咱是在講係太極拳第8哈，真重要嘅一個部分啦哈。太極拳呢，其實佢動作唔係多啦，問題是講，各種嘅這個招式哈，今後仲哈練得真熟啦哈。咱過來看，那個南掌妹這個重點同內行，咱停這個右旁來看下哈，過來穩固自信一下哈，來。南掌妹右旁，第一，那個身體要降，當然唔好腳力啦哈，不用輕鬆，安尼係7、3、10啦哈，右旁，過來做2，腰一天而轉，手了反對冇把氣，2，那個氣息啊，注意，你看，我哋身體停前面，塞到後背。你是唔是晒到動昂啊？切晒到後背，身體行係要降板。3轉開時嘛胸寬，身體嘛行係要降，你是唔得安尼哦？嘛是唔得安尼哦？嘛是唔得安尼哦？所以你啊，素材要注意，轉過嘅時呢，手是表拍，了喊出來，刷落來呢，飛到這呢是身體嘛注意。不管是中下的話，跳那等等好，過來慢慢鬆出來，過來呢做壓的時嘛，胸寬哦，那個氣息清楚注意到，1，你看清楚晒到後背哦，行到錯到後背腳哦，你是唔是晒到動往是處理的哈？你是較練唔到，安尼的氣息好，晒到後背，過來慢慢撐出嚟。慢慢撐出嚟，兩隻手停身體出嚟，安尼呢，唔好講一用力天送出嚟，好休息。所以今比講嘅呢個
南将妹喺太极拳当中业嘅，希望各位有时间是较多练习，感谢各位嘅收看，落啦。